個人呢喂，我呢度唔俾泊車喎。呢架掛住 P 牌嘅平治私家車撞向隧道路壆，車頭嚴重損毀，前後座嘅安全氣袋都彈出咗，仲懷疑漏油，但係司機就不知所蹤啦。呢條片引嚟網民熱議，質疑涉事嘅私家車係咪毒品快餐車，又話隧道有晒 cam 走得甩咩？警方就話星期六清晨近6點，連翔道同埋柯士甸道往機場方向隧道入面有一架私家車懷疑失事，撞向隧道路壆，涉事嘅司機不知所蹤。案件列交通意外，冇人受傷處理，警方正係追查司機下落。